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又係我溫哥華嘅地產經紀 Isabella Lui， 今日嚟帶大家睇一個新嘅 listing， 就係呢個331東64街。咁呢個係個 duplex 嚟嘅。咁有咩人係適合住 duplex 呢？如果你係住喺 condo 或者 townhouse， 想揾一個性價比比較高少少嘅物業，咁但係你又唔想好似獨立屋咁貴喎，又唔想好似獨立屋咁兼顧咁多嘢，又要打理花園啊、咁大嘅草坪啊咁樣呢。咁嘅話呢，孖屋呢就最適合你啦。又如果你係幾代同堂，但係你又想要有個出租單位喎，收下租幫補下你個供樓都好啊。咁於是呢，呢個孖屋呢亦都適合你噶啦。記得呢條片要睇到最後喎，因為呢我哋喺片尾嘅時候呢會介紹揸幾分鐘車呢就去到 Marine Gateway 噶啦，嗰度有 TNT 啦，又有個 Marine Drive 嘅天車站啦，係非常之方便嘅。無論係生活啊、娛樂啊，都可以喺呢間嘅 duplex 嗰度附近嘅商圈咧就揾得到噶啦。咁大家都急不及待想睇下裏面嗰個 layout 啊，各樣嘢噶啦。咁我哋一齊入去睇下啦。歡迎大家嚟我哋今日331東64街嘅 duplex 嘅 open house 啊！我哋全屋咧有1446尺嘅，咁咧我哋咧就有地暖啦，有 air condition 啦，咁咧亦都有監測系統嘅。咁我哋全間屋咧就有出租單位嘅，由呢度咧就落到去出租單位噶啦。平時鎖住個門咧就啲租客上唔到嚟嘅。樓上有3間房，樓下咧有一個full bath，咁出邊亦都有花園嘅。咁大家可以細心欣賞下我哋整間屋嘅layout啦。寬敞嘅客廳增加你嘅生活空間，全白色嘅櫥櫃同埋雲石 countertop 島台，清潔明亮溫馨嘅家居感覺。一排嘅櫥櫃，極多嘅儲物空間。上到第2層明亮嘅主人房裏面可以放 king size bed 噶，亦都有主人房嘅洗手間同埋企缸。入到去第2間房，屋主咧用嚟做書房嘅，對住窗外嘅景色非常之放鬆。進入第3間房，屋主咧放咗 double bed 嘅。空間咧，亦都係綽綽有餘噶。2個房間共用出邊一個 full bath， 外邊咧亦都有一個小花園同埋車庫，同埋租客嘅獨立出入口。3分鐘嘅車程咧就可以到達 Marine Gateway 噶啦。其中有 Starbucks 啦、Marine Drive 嘅天車站、大統華巴士站、購物中心、戲院同埋酒樓添。如果大家想預約睇房嘅，可以打電話俾我啊！掃2維碼加我 WeChat 或者用我電話加我 WhatsApp 嘅。如果大家對於地產買賣有任何嘅問題，歡迎亦都打電話俾我傾下偈㗎。更加歡迎係大家 subscribe、share 同埋 like 個 channel 啦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任何嘅資訊啦。多謝大家，下次再見。